各位齊浸家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，歡迎你收聽周五靈修分享。今日係2025年5月9日，同我哋分享嘅係朱木華執事，錄音劉慶恩姊妹。今日嘅主題係主啊，我什麼時候有這樣服侍你？經文馬太福音25章34至40節。於是王要向他右邊的說：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，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，因為我餓了，你們給我吃；渴了，你們給我喝；我流浪在外，你們留我住；我赤身露體，你們給我穿；我病了，你們看顧我；我在監獄裏，你們來看我。義人就回答：主啊，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，給你吃；渴了，給你喝？什麼時候見你流浪在外，留你住？或是赤身露體，給你穿？又什麼時候見你病了，或是在監獄裏來看你呢？王回答他們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些事你們做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我哋經常談論如何成為一個屬靈嘅人，透過讀經、祈禱、靈修或者係傳福音。我哋亦係積極喺教會中參與服侍，呢啲都係信仰生活中最重要而美善嘅操練。然而呢段經文提醒我哋，屬靈生命嘅另一面，往往體現喺我哋對身邊嘅人需要所作出具體嘅回應。最近我認識咗嘅一位弟兄，身體狀況引致收入減少，面對咗財務上嘅困難。佢喺一次嘅聚會中坦誠地分享咗自己嘅處境。面對咁樣嘅情況，我哋通常可能會先考慮好多現實層面嘅問題。呢啲嘅情況是否屬實呢？我哋嘅幫助是否有用？需要幫幾耐啊？會唔會因此立下難以延續嘅先例呢？呢啲都係常見理性嘅思考。但係喺嗰日，我所體現嘅係一群弟兄姊妹第一時間被感動，心中燃起憐憫，冇遲疑就願意伸出援手。其他幫助細節嘅同埋安排可以稍後再傾。有人甚至喺弟兄分享之後馬上主動奉獻。呢啲嘅回應深深觸動咗我，亦讓我再次省察思考呢一段嘅經文意義。經文第40節，耶穌說：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呢句話提醒我哋，真正嘅屬靈生命不單只係對神嘅敬虔，亦包括我哋是否願意因着愛神嘅緣故去愛佢所愛嘅人。當我哋喺生活中面對他人嘅需要，或許正係神俾我哋操練憐憫、實踐信仰嘅機會。若果我哋嘅心越嚟越習慣遲疑同埋只考究理性嘅分析，我哋嘅心亦可能逐漸變得冷淡與僵硬。願主幫助我哋活出一種不單只係喺靈修上親近佢，亦在行動中體現神愛嘅生命。邀請你一同禱告啊！
親愛天父，感謝你透過主耶穌嘅教導，提醒我哋信仰不單只係言語同儀式，更係喺行動中活出你嘅愛。求你賜我哋一顆憐憫嘅心，敏銳察覺身邊人嘅需要，願意伸出援手，不計算代價，亦不存疑慮，幫助我哋記得，當我哋服侍最小的弟兄，就是服侍你。願我哋每天嘅生活都成為討你喜悅嘅敬拜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門。請聽詩歌，使我作你和平之子。